各位听者大家平安。咱时间已经到，所以请咱先掀开圣诗来练习今仔日要唱的圣诗吼。圣诗第25首，圣诗第25首，基表性命，志向搁美丽，美丽好。今仔日咱要唱的圣诗，除了上营以外，3首圣诗内底，第1首甲第3首是算这过去差不多10冬内底伫普世教会内底真流行的2首圣诗吼。伊的迄个曲调毋是咱较，就是讲毋是咱即马少年人较迄种轻轻松松的吼。确实是现代圣诗所以伫普世的聚会的礼拜会去唱，因为咱若等下在练习的时阵，看伊的歌词，甲咱过去会当背遮个圣诗比起来，的确是有较新的时代的处境甲意义吼。所以咱在唱的时阵，会当一边唱看遮个歌词。来思考遮歌词的意义，咱来唱第1节、第3节甲第6节。第1节3来，以表性命，志向搁美。咱在唱的时阵，第1节咱若有圣诗拍开来看，咱会晓看有线谱的吼，咱会发觉讲第1节奇妙生命，志向搁美丽。咱第2节的时阵，充满荣耀性格，所以伊的拍数有较无共吼。所以咱在看圣诗在唱的时阵，爱小可注意一下。好，咱再来继续第2节，先给我们一个前奏，谢谢。第2节，歹势，第3节，第3节吼，来，亲像老妹，温柔破碎了，但对镜对手不脱。小听者吼，第3节第1节是亲像老爸，要毋过上尾一节是父性上帝吼，所以咱咧唱的时阵爱小注意。好，第6节要唱的时阵是要甲大家提醒，第6节因为是上落尾一节，所以伊伫上后的迄节的曲调的拍数会甲头前较无共吼。小可毋是拍数是迄个音调会较无共，好，咱来唱第6节。3来，荣华兄弟，伟大故雄雄，情的目标高官。所离开，最难轻蔑
看第二首第195首，195首。我的心是土地，啊，这首先是咱总写，所以咱直接来唱第2节甲第3节。第3首的圣诗是圣诗第175首。这首就是我讲头拄讲的普世爱吟的圣诗吼。因为你看伊的歌词，咱会当看一下吼。像第1节，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的灵运行。了后像第2节，新的疼痛、新怜悯，佮上帝的灵运行。却是伫第1节后壁，佮讲到新男性、新女性吼，所以这有讲到男性，有讲到女性，讲到思想，讲到律法吼，所以歌词的面有讲到咱差不多咱生活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拢有去讲到安尼吼。咱较爱小可注意的是。伊的歌词是安尼一直唱落去，一直唱落去，一直唱落去吼，一直唱到就是唱到落尾，所以咱来练第2节、第3节甲第4节吼。对不起，第2节，歹势，第2节、第3节、第4节，歹势。3来，心跳痛，心怜悯，上帝的灵运行，新力量，新希望，生命。唱的时阵，小可注意一下，譬如讲，咱头段唱的中间遐新的新，新精神，迄个新2拍，搁过来就是半拍吼，所以伊是新的新，新精神，上帝轻松运行，这个运行爱唱6拍，听1拍，所以总共是7拍吼。所以大家卖一下子，迄气就整个都秃掉没了吼。所以搁过来了，自唱新歌，所以那个拍数，咱可能爱小在唱的时阵，小可听竖琴弹一下。好，咱唱第3节、第4节，歹势第3节就好啊吼。
三来，心诉胸，心的灰，兄弟爱的温馨，心独爱，心开有，我们爱的温馨，心了解，心心愿，兄弟英雄温馨，愿足球心花以后伴无外心，后伴无外心。这时，请咱备办心来敬拜上帝。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宽仁甲欢喜充满伊的所在。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荣耀甲宽仁归乎伊，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乎伊，着带祭物到伊的面前，着称圣洁做礼服来敬拜上主。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25首，奇妙圣名，至圣国美丽，请大家起立来吟。
请咱游园徛地，咱做伙仰头来祈祷。至悬的天父上帝，永远的光，永远的听。伫至悬因光的内面有大宽容，总是时常仰落听阮求救的上帝啊！当阮即时来到你的殿院来祈求你，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愿因光归伫你。阮的天父上帝，你用无穷无尽的仁爱，差派阮的主耶稣基督来赎回世间人，通互阮得到将来的荣耀。阮感谢你，我也要为着你找圣神伫教会甲阮的心内做工，以及赏赐永远我的恩惠来感谢你。求你用你的疼痛来充满阮，互阮会显阮家己的身躯做偌济是圣的，是你所欢喜的。恁爱的上帝，愿感谢你疼惜阮这个国家。虽然阮过去有一段真长的时间，因为强邻的压迫，伫国际上阮无受到公平的对待甲尊重，但是阮知大仁爱的主，你从来无忘记的阮，互阮伫台湾慢慢转变做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伫科技甲经济方面有真好的发展。也安尼诚做阮台湾的保护，但是阮知，只有阮台湾照主你的旨意来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主上帝做伙行，才是阮真正的保护。也求主安尼来保守阮。主啊，但是现今阮的社会犹原抑阁有真侪无公义甲危险的代志来发生。台底的面体因为建筑的公安问题，跌到几6间面体落落去。求主保守受灾的民众，赶紧得到到家的帮赞，互因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主啊，阮也求你保守成德圣经学校、圣经学院，甲阮的教会，互阮所做一切事工，拢是照你旨意来行。所传的福音，诚做社会的光甲盐。阮也要求主来保守阮教会，即时要接受技术推荐的名单，甲审核的作业来顺利来进行，互阮会用选出主你所欢喜的工人。阮也求主来保守阮的会友兄弟，每一个人心灵拢用行。当即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荣耀，你的旨得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去带阮入去试，得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繁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这时咱掀开圣诗的后面，启应文45篇，启应文45篇是出自以赛亚书40章，咱做伙来启应。至圣者问：恁什么人亲像我？恁举目看天，是上主，伊调万军，算因的数额，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宽容。雅各啊！你是怎样怨叹讲？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
伊袂野也袂鲜。野仙的人，伊互因有元气。少年人拢会野仙，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慧力，因会亲像鹰鸟气势飞悬。以上，这是咱搁做伙来吟圣诗，圣诗195首。我的心是土地，请大家起立来吟。请坐。这是咱做伙仰头来祈祷。至高的天父上帝，你的慈爱极大。伫早时，你对你的百姓施恩无停。伫今仔日，你又原安尼款待阮，阮感谢你。你毋但有为阮备办永活得救的道路，也将你的律例诫命照实来教示阮。通过圣经的历史以及你的奴仆的喙来对阮显明，互阮时时得到提醒，通警醒接受。阮甲你感谢。这时，阮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用你的话，亲像双刃来的剑，来刺透阮的心，互阮醒悟在做，离开黑暗，进入光明。阁互阮的心思意念对你三连，会当体察什么是你所欢喜善良的旨意，结出光明、公义、诚实的果子，来互你修行。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下面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旧约以赛亚书43章16节到21节。以赛亚书43章16节到21节，请咱来注意看，听我来读。16节安尼讲：古早上主伫海中造一条路，伫大水中开一条大路。伊招别战车、马、军队、勇士，互因拢拍落去。
袂当阁起来，因受消灭，亲像灯火全部花去。上主安尼讲，毋通只会记咧过去的事件，毋通一直少念古早的代志。我特别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恁敢毋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野兽拢会尊重我，连豺狼甲刀鸟拢会尊敬我，因为我互旷野有水，伫大树的沙漠有河，互我的选民通啉。这个子民是我亲手所做的，因会称赞宣扬我。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要请圣歌队希望诗班用诗歌来带领咱敬拜。因今仔日要唱的诗歌是《哦，至圣耶稣》。这时是讲道的时间，今仔日咱请到詹宗信牧师来甲咱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上帝为咱开启新的境界。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伫今仔日的早起，会当阁转来咱的教会，甲咱的兄弟做伙来敬拜上帝。伫遮，我大声代表着新竹圣经学院的董事长苏家宏长老以及院长黄介明牧师，伫遮咱的兄弟来请安，也感谢咱的教会过去这几年来对咱新竹圣经学院的关心甲支持。也今仔日我会当代表着院方来
大家请安，也详细伫遮来分享上帝的话。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内面，根据圣经学者安尼讲，伫40章到55章内面是主前第6世纪完成先知的信息。伫主前587年，犹大国受到巴比伦帝国的消灭，京城完全破坏，因上重要的圣殿也受到毁坏。犹大王甲伊的亲人、王家的官员，以及真侪犹大人，拢受掠到伫巴比伦去。因伫异乡的所在度过流亡的生活。这群犹大人因失去家己的国家、君王、圣殿以及土地，也离开因的亲人，生活伫看袂到未来远望的前景的下面。后来就是咱所看见的40章到50章内面，先知向这群家破人亡的犹大流亡的伫外乡的人宣告安慰甲远望的信息，鼓励因心存远望，因为上帝要伫未来无偌久的未来，要继续带领因经历着新的时代的生活。换一句话来讲，40章到55章，拄好伫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新的时代的开始。总是唔知影新的时代到底是要用着什么款的形式来展现出来。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以赛亚书43章16节到21节内面，又描写咱讲100图的一个画面。总是这100图内面呢，有2个无相共款的画面。一方面是回顾过去，另外一方面是展望未来。咱就来看这200图的画面到底是安怎来展现出来。伫回顾过去的画面内面，经文伫遮来描写上帝充满着权能的作为，伊消灭着古早埃及的军队要对立以色列人，互以色列人对危机中间来得到拯救。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内面安尼讲，古早上主伫海中造一条路，伫大水中间开一条大路，伊消灭战车、马、军队、勇士，互因拢拍落去，无搁起来。因受消灭，亲像灯火全部火去。这个画面是回顾过去，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因离开埃及，脱离奴役的苦难，得到自由。后来，因伫西奈山的所在，成做上帝的百姓。根据出埃及记14章记载，上帝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海底的大地，逃离埃及奴役的生活。因伫后面来追击因遐个埃及的军队，包括战车、战马，甲咱讲今仔日所讲的上先进的武器，全部拢互海水淹没，全部消灭。经文安尼描写讲，以色列人看见上帝用着大气力来打击埃及军队了后，这以色列人因就敬畏上帝，信靠伊。出埃及记14章31节安尼描写讲，出埃及的经验对伫以色列人因的信仰甲生活有真深的影响。伫后来的历史，每一摆以色列人面对着困难的处境的时，因就回忆过去出埃及的经验，搁一摆看见上帝伟大的作为。所以，因每一摆回顾过去，因就安尼得到新的气力甲愿望。比如讲，约书亚伫要过身之前，伊就甲伊的以色列同胞伫遐最后的谈话，就安尼来回顾过去上帝安怎来带领因的祖先出埃及的经验，用这个经验来做基础，来促成以色列人因搁一摆立志立约。因讲，阮决定要来服侍耶和华。伫以赛亚伫约书亚记第24章安尼描写。
拄打了后，伫以色列人每一届拄着重大的决定的时阵，无论是先知，也是领袖，也经常来提醒因回顾过去出埃及的经验，呼吁因做正确的决定。比如讲，伫士师记内面，也是撒母耳记顶面，拢会记载，撒母耳年老要过身进前，伊也安尼来呼吁这以色列人讲，咱就爱来回忆上帝伫咱的祖先过去带领因出埃及的经验，呼吁因搁一届来跟对上帝。毋但是以色列人尔，甚至伫外国人，也是外族的人，因也捌听过上帝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代志，因拢会感觉真着惊甲惊吓。比如讲，伫非利士人甲以色列人战争的时，以色列人因扛着这个约柜到伫非利士人的中间，非利士人非常的惊吓，因为因听讲，因也知这个伫约柜内面的上帝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上帝。所以，咱会当来看，对这段经验着家破人亡、受迫害、流亡到伫国外的犹太人来讲，上实际的鼓励甲安慰，就是回顾出埃及因的经验，回想着上帝安怎来展开伊大气力，来拯救因的祖先脱离最奴隶的所在，来得到自由。纪念迄个拯救因的祖先出埃及的上帝，互人会当得到愿望甲快乐。亲爱兄姐，伫咱的生活中间，可能也有类似的经验。当咱的生活遭遇着困难，也是无法度搬过的难关的时，咱可能会当借着回想着过去安怎带领咱解决咱的困难的经验，来得到新的愿望甲快乐。比如讲，伫咱家庭的困境中间得到解决，伫咱真严重的病中间得到医治，也是咱的事业难关得到解围，伫咱无法度面对的问题的时阵得到超越。所以，伫咱在座兄姐，也伫线上礼拜的兄姐，咱会当借着咱回顾过去咱个人无相同的经验中间，看见上帝拯救咱，也是带领咱、帮助咱得到安慰甲快乐。总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咱看到的是，毋但是敢若回顾过去的经验单尔，上帝话也提醒这个离开因的家园、离乡背景这犹太人抬头来展望新的未来，就是展望未来，毋但是敢若看过去，也爱看未来。上帝透过先知讲，你毋通敢若想过去的代志，也毋通少念古早的事。这个意思就是讲，毋通沉迷伫过去的往事，一直纪念过去的美好的经验。毋但是安尼，咱的目睭爱搁转换一个方向，展望上帝伫未来要做新的事。这个新的事已经开始发生。咱亲像伫寒天顶面，经过了后，伫春天的土地内面不出新的芽甲叶一样，花也为安尼来展开。这个新的景象需要咱注意去观察甲看，才会发现。所以43章第19节安尼讲：恁检无看见，恁检毋知吗？这个书的新的内容是啥物呢？就是上帝应允遐个离开故乡的人，会当转去到伫因的家乡来重新开始。19节到21节安尼描写讲：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野兽拢会尊重我，连豺狼甲刀鸟拢尊敬我。因为我互旷野有水。伫大雪的沙漠有河，互我的选民通啉。这个子民就是我亲手所做的，因为称赞宣扬我。上帝毋但是带领以色列人祖先出埃及那尔，更较重要的是，这位上帝伊也要带领这阵
流亡异乡的犹太人，重新来经验着上帝的拯救，经历着上帝带领因搁一届出埃及的经验。咱会当讲，这是一种新的拯救，是一种新出埃及的经验。这种新的拯救是一个新出埃及。这种的经验用着一幅真水的图，展现伫咱的眼前。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有开江河。伫旷野中间有水，伫沙漠内面有溪水，互上帝的百姓甲野地的动物走兽，拢会当有水通好啉。沙漠中间的水泉甲溪水，象征着伫打扫看开是无有生命，也是死亡绝境的土地，出现新生命的机会甲愿望。所以，搁进一步来看，毋若是敢若过去展望未来，为过去到未来，伫遮经文安尼甲咱讲，上帝有缘展开奇妙的拯救。咱若是搁进一步来看，伫43章到16节到21节这段经文内面，水的路上非常值得咱注意。伊凸显出旧的出埃及以及新的出埃及两种的经验，有相共，也有无共的所在。古早以前，以色列祖先所经验到的出埃及，是伫上帝伫大海中间，伫海底开出一个大的道路，互以色列人会当通过这个出路得到拯救。伫遮，咱看到水是海水，是大水，充满着危险，威胁着也是消灭生命，互人恐怖的经验。相对来看，伫无偌久要伫犹太人要经验到这个新出埃及，是伫旷野中间开出道路，伫非常打扫、欠水的所在，甚至伫沙漠中间要淕出真多的水泉甲溪水出来。所以伫遮咱看到，伫新的图像内面，甲旧的图像内面，非常无共的是，伫即个水，毋是海水，毋是大水，是泉水甲溪水，是带来愿望、润德、食米甲生命的水泉。伫遮咱看到，无论是过去，也是伫现在，以色列人的祖先，也是因后代的子孙，拢遭遇着无法度搬过的阻碍，甲因的艰难甲困苦。伫过去，以色列人因的阻碍甲困苦是一片看袂到边界的真阔的海洋。伫现在，以色列人因的阻碍是看见一片看袂到尽头的沙漠。所以过去是阻碍是大大的海洋，伫即马阻碍是一个真宽阔的沙漠。总是无论是过去，也是现在，也是讲未来，上帝拢为着伊的囝儿甲查某囝开启一个拯救甲生命的道路。过去的拯救的路径是经过大海，现在也是讲未来拯救的道路是经过沙漠，互因会当得到拯救。过去的拯救方法是伫大海中间有路会当行，现在的救赎是伫沙漠中间有路会当行，有水会当啉。所以无论是过去的大海，也是现在眼前的沙漠，这两种的处境是偌尔无共，也是偌尔危险。总是上帝拯救人，互人会当得到生命、活命、拯救的心意是一致的。换一句话来讲，伫人看做无可能的情境的下面，上帝总是展开奇妙拯救的作为。所以18节到19节安尼讲，上主安尼讲，毋通只有记得过去的事件，毋通一直少念古早的代志。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发生，恁敢毋知吗？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咱放伫咱2023年9月初10，伫咱这南教会
伫咱的新的时代内面，咱敢有可能会当看见上帝新的作为吗？上帝透过先知宣告这个话，提醒当时的犹太人，也提醒今仔日生活伫台湾的咱，甲全世界的人，咱毋通用着家己有限的观念，也是思想来轻调咧，也是限制上帝。乃是咱着爱放下咱家己的成见，也是偏见，也是有限的想法。互上帝用着伊的方法来对咱来讲话，这上是也挑战咱每一个人，开启咱的心胸甲眼界，勇敢来期待未捌看见的新的事情、新的代志会发生伫咱的中间。上帝用着伊家己的方法来施行拯救，带领咱开创新的局面，互咱会当迈向未来。咱应该用着开放的心胸甲眼界来期待上帝新的作为。过去上帝伫大海中间开道路的方式来拯救带领伊的百姓。今仔日，上帝会用着另外一种咱料想袂到的新的方法来继续展现伊奇妙拯救的作为。所以，无论现在也是未来，咱的上帝伊继续用着真侪咱想袂到新的方法、奇妙的方法，继续进行，伊要赏赐咱每一个人，也咱的社会、咱的教会、咱的国家、咱的世界奇妙的拯救。其实，若是放伫咱教会我有听讲伫最近，咱教会也真侪新的事工，也是若是照顾咱教会每一个兄弟。咱也扩展伫咱社区也是社会的事工，比如讲，伫去年开始的双青团契，咱的教会毋若是干那照顾咱教会内面年长咱讲失去记忆咱的会友兄弟那尔，也是伫咱的社区，甚至伫咱的台北市，咱年长的长辈呢，伫礼拜一到礼拜五，拢会当来伫咱的教会，有人会当陪伴因、照顾因。我想，这就是伫上帝伫咱的教会内面，透过咱教会兄弟以及相关的人员，伫遮，互咱的教会真做，毋若是这南教会照顾咱家己的会友那尔，也是贡献伫咱的社区，伫咱的台北市，甚至伫咱整个的社会内面，会当互乡亲、咱年长的长辈，会当伫咱教会中间得到温暖、支持甲帮助。咱阁会当举真侪例，那我相信咱的兄弟有搁较侪例会当来分享。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安尼讲，看我要行一件新的事，现在就显明，恁敢毋知嘛？最近若是为国际的局势来看，咱台湾的社会甲国际的社会也经历着新的变化。伫外在环境中间，咱差不多每一天拢有遭遇着中国的政治宣传甲军事的威胁。比如讲，差不多每一天拢有中共的飞机、战斗机，也是因的战舰，伫咱台湾的天顶，也是咱的附近伫遐，每一天毋是演习，就伫遐来巡逻，也是伫遐飞来飞去，互人感觉非常的不安，也是野戦。总是这几年来，咱看到国际社会对台湾，也是讲台湾海峡的安全，甲台湾咱这块土地的关心甲注意，愈来愈重要。所以咱的台湾毋若是干那台积电，也是半导体那尔，咱阁有真侪值得人，也是这个世界社会来注意到。也就是讲，咱台湾的局势，毋若是咱家己关心那尔，国际非常的关心。伫今年的6月底，也就是2个月前，我甲我的囡仔有机会转去到伫德国柏林，伫遐拜访当初指导我的指导老师的夫妇，甲以前阮的朋友甲厝边。伫即届的访问内面，我深深地感受到，
伫今仔日台湾的国际形象，甲我伫1990年代伫德国留学的时阵，出现非常大的差异甲改变。迄当阵，真少人知影讲台湾是伫倒位，也是台湾是啥物。常常我会讲啊，阮是为台湾来。啊，遮德国的朋友就讲哈，我讲我为台湾来，啊，因讲啊，台南，啊是泰国吗？因为伫德国人的心目中，啊，泰国是因常常去旅游的所在，所以伫泰国、台南，因非常的熟。所以听到台湾的时阵，因拢会想讲是台南，就是泰国。总是即届内面，我去到伫德国的时阵，若拄着朋友的时阵，我若讲阮是台湾来的时阵，因会讲哦，台湾阮知影，最近发生啥物代志，因拢会讲互阮听。然后伊也非常的关心，甚至讲恁台湾真危险吼，会发生战争吼。所以我得有这个机会，当甲因来分享讲，即马台湾到底是安怎？上明显，我当举一个例，就是来到伫海关，阮即个坐飞机到伫法兰克福，就是德国的一个国际机场内面。伫通关的时阵，这较早我做学生的时阵，非常的无共。较早做学生的时阵，通关的时阵，遐个官员警察，伊就会看我的护照，安尼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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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就讲你为倒位来？然后我讲为台湾来，台湾来伫倒位？因为你的护照顶面是 Republic of China， 所以这是啥物货？所以古早阮做学生的时阵，常常落去海关遐，海关就安尼甲阮刁难。总是即届内面，阮看到的是，迄个通关就是有快速通关，遐有摆一下讲一个 TWN 的缩写，你会当伫迄个 TWN 遐迄个通关的时快速通关，你的护照就安尼警察还是海关的警察就知看到，是台湾，然后转一个囡仔就互我过，还是互阮入来，互阮出去。这是我过去做学生的时阵真恶的想象的代志。世界咧变化，咱的台湾社会也是安尼。上一款，咱台湾的教会、咱的信仰团体面临着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对着咱的教会以及咱每一位兄弟来讲，咱拄啊活伫即个新的境界甲挑战内面，那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内面，新的时代咧挑战咱敢有看到即个新的，敢有看到新的发展嘛？咱要安怎来观看，也是要安怎回忆上帝所做新的事呢？其实咱会当有真侪的方法。伫遮我就举一个例。请容允我来引述最近一个文学家吴景发先生，伊伫即个雅歌福尔摩沙，就是顶个月出版的一个诗歌集内面，伊安尼描写。即个诗歌集出版是叫做《雅歌福尔摩沙》。这本册内面，伊安尼伫真经安尼描写讲，自从伊受洗成做基督徒了后。伊对伫台湾有一个新的认捌甲新的疼痛，所以伊就用着几个月的时间写着这本诗集。然后伫这诗内面呢，又写着伊对台湾的关心甲疼，对这片土地的疼痛，以及伫乌克兰发生的战争内面，伊想讲咱台湾甲乌克兰的命运非常的接近，咱会当做啥物？伫其中。一首诗，诗名安尼讲，伫窗外窗仔外阳光还是太阳光拄好咧灿烂。就是诗内面伊有安尼写讲，我直接来引用即个诗句，互咱会当来感受到新的时代，咱会当做啥物？伊直接讲，黑暗的暝已经结束了，你就醒起来。断然阻止无搁乱石甲愚公，你就醒起来。福尔摩沙，这时窗仔外日头光已经灿烂，你就醒起来。少年人唱着欢喜的歌，你就赶紧赶上，扶着因的脚步。倒数的草原、草地。
拄好咧听候所有花会开。伫即个内面，伊安尼描写讲，福尔摩沙就醒起来，新的时代来临，咱就来用新的态度、新的心情、甲新的做法来迎接、来面对咱的新的时代。亲爱兄弟，上帝是慈悲的上帝，伫基督内面，伊听咱每一个人，伊对咱每一个人拢有水的计划甲旨意。伫上帝的怜悯内面，过去用着奇妙的方法，带领到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家庭、咱的教会以及普世教会。伫今仔日新的时代内面，上帝犹原应允咱讲，伊也对咱讲：看，我要做一件新的事，现今就咧显明，恁敢毋知嘛？无论现在也是将来的日子，咱的上帝一直听咱，伊要继续带领咱经历着新的境界。咱需要明白着新的眼界、甲新的态度，会当伫咱的生活中间分别，也是认捌上帝伫新的时代奇妙的作为。今仔日，咱特别需要做的代志是，互上帝开启咱。互咱会当备办新的眼光、灵敏的耳孔，以及会当感受到时代的脉动的心灵，伫咱的家己的身上，伫咱的家庭中间，也伫咱的工作、职场、学校，也是服侍中间，也伫咱的教会甲社会内面，会当看见上帝新的作为，咱就要有新的眼光、新的认捌。伫新的时代在变化，上帝已经开始这个新佮奇妙的作为，咱敢无看见吗？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清楚看见佮经历，咱抱着这款的愿望佮信心，做伙来欢喜领受主耶稣带领咱头前的路站。阿门。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伫新的时代，你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请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有当新的眼界、新的心灵，注意听的耳孔，互阮会当监察、认捌新的时代上帝新的作为。也互阮会当欢喜的心来迎接进入阮新的局势、新的时代，会当伫沙漠中间、伫旷野内面，看见上帝你为着阮开路；伫打水的所在，你为着阮备办水泉甲溪水。阮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亲爱兄弟，今仔日代表着新竹圣教学院伫遮来向大家请安。所以伫遮也阁请咱兄弟会当用阮我几分钟的时间来报告新竹圣教学院现处时的情况。伫圣教学院情况内面，因为将近有3年外的疫情的影响，所以也影响到咱圣教学院的培育的课程甲信徒的服务。所以这两项头拄所讲的两项重要的工作呢，都受到影响。伫2022年的年度内面，圣教学院的预算也是经常费就将近欠500万，无论是补助也是大额的奉献，拢减少真侪。总是新竹圣教学院所有的员工、同工、院长甲所有的职员甲董事，伫全体的员工坚持甲努力的下面，一直咧拍拼。伫最近培育的课程内面，这是新竹圣教学院这几年内面非常努力的目标。比如讲，开设教育同工，为着因来办实践课程、圣经解释，也是教牧心理协谈、灵性的培养，也是教会节期的艺术灵修等等。望新竹圣教学院所做的工作，会当透过咱的参加的人、
静修也是进修，这两种的方法会当伫即个内面，课程内面，也是集会内面会当得到帮助。所以每一届的课程差不多拢有20人到60人会参加。伫这几年内面，其实效果渐渐明显。不过，拄则所讲，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伫教师会受到淡薄的阻碍甲影响。伫培育教会的同工内面，这是新竹圣经学院主要的事工内面真重要的。所以最近也新竹圣经学院也咧培养信徒灵命的培育的课程，中级同工会当伫遮来训练，也是举办退休会。而且也欢迎所有咱的牧长、咱的兄弟会当来到伫遮来参加所有的课程，也是来办灵修活动。圣经学院到今年已经超过71年，目标一直为过去到现在，拢是一直就是要培养教育信徒甲牧长伫生活甲伫服侍中间，成做上帝国的见证。所以，伫遮会当提供来造就，也是灵修教育，也是教会的服侍。无论是软体，也是硬体顶面，佮包括美化、校园等等，这拢是圣经学院的同工继续努力的目标。伫今年2013年学度内面，新竹圣经学院的预算6700万，伫遮恳求咱的牧长，也是咱的兄弟，会当来继续奉献甲支持圣经学院。最后，搁一届代表着董事长、院长以及正同工来感谢咱教会过去这几年来一直关心的支持。希望咱教会兄弟会当继续来关心支持咱新竹圣经学院所需要的各种事工也是费用。愿上帝祝福大家。吟圣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75首。新的地，新的天，请大家起立来吟。
请坐。下面是公道的时间，请大家同心为着下面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为着新竹圣经学院的福音事工甲发展；第二，为着执事推荐提名甲10月15号好会改选；第三，为着普世共同促进上帝国的新世代，请大家同心来祈祷。这时，咱请苏县长刘乃如执事来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全能的爸上帝，你是阮生命的光，是阮的石盘。阮要感谢欧罗你，圣经学院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因用圣经来培养信徒。阮望每一位进入圣经学院的人，因的心灵会当有丰富的内涵，为着基督教教育来奉献家己。求你帮助圣经学院，培养出伫逐所在做见证的信徒，真做社区的光甲盐，真做社区的祝福，传遍福音，嘛会当互因的服侍哪久哪甘甜，哪久哪喜乐。做伙来认光上主的圣名，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求你带领济南教会伫执事提名，甲伫10月15日的好会改选，互阮有对神来的眼光甲智慧，帮助阮竞选出合你心意的长老甲执事，互遐个有好信仰、好品行、有智慧、有能力。热心要服侍教会的人，来担当长老甲执事的职分。伫委身的时，爱重视圣经的教导，忠心负责参与伫教会的事工，关怀会友，学习谦卑，嘛学习彼此顺服，做伙来服侍上帝。主啊，阮所住的这个世界，本是天父上帝所造所疼的世界，阮深深望，伫遮个日子圆满的时，设法互万物，无论伫天里的、伫地里的，拢伫基督来合一。愿万邦万民拢来朝找你，嘛愿意听你的教示，行伫上帝的路。阮求你来掌权，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互全地真做充满疼、公义甲和平的共同体，有喜乐甲平安充满伫逐所在。阮所有的人拢要来学乐，将一切的荣光、尊贵拢归乎你。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这时请大家起立来敬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这是咱县区州部通知事项，请我来报告。第一项，今仔日是新竹圣经学院奉献主日，感谢大神教授詹宗成牧师代表圣经学院来请安甲讲道，请兄弟共同为着学院来关心甲带导。本会的人员由牧师也到圣德教会来为圣经学院来募款，咱用拍鼓来欢迎詹牧师。第二项，今仔日是第二礼拜，是咱教会所定的家庭奉献日。若是对即个奉献袋仔有迄个问题的人，请到办公室来制作。奉献是每一个人拢应该照家己的心愿来关注，无丢除、无勉强，因为上帝欢喜乐意奉献的人。第三，技术候选人推荐。即马开始开展，小会定伫10月15号来召开中级改选的会员互会。即马开始来接受技术候选人的推荐，请大家伫9月23号以前来送伫办公室，来互小会来审核来作业。下面有2项注意的代志，第一个是。在职的会员无候选资格的，有下面即几项，请家己看。重点就是即个会籍爱满2年，若是转入会籍的人爱满3个月，以及70岁以下，以及伫教会无任何的职务，以及伫教会有正常来做礼拜的，才有即个候选的资格。第2项是即个会员。在职的会员无投票的资格，也请家己注意看详细。重点就是即个会籍爱有满3个月，以及即个爱正常来教会来做礼拜的，才有投票的资格。第4，请即个坐轮椅的行动无方便的兄弟来。坐来利用即个咱大门出去正手边即个坡道，来行较方便也较安全。莫行即个正面即个楼梯，来维持家己的安全。第5，这南教会圣经学校今仔日来开课，请大家来踊跃参加，也为着圣经学校来带导甲奉献。下面有5项课程，请咱注意家己看。第6，专题至暗的时代反抗中国暴政的影响，这是即个处境查经班有请到基督徒余杰伫倒转美国以前做的演讲，时间是伫个9月10号暗时7点，伫个咱的助理屋教室，下面的详细请咱家己看。
下面团契消息也请咱家己看。具体消息：五日主旨月安孝主怀，五日主旨月伫8月27号暗时伫台北医学医院来安孝主怀女婿88年，愿上帝安慰遗族。个别礼拜伫个9月11号下晡1点伫咱的大礼拜堂。第二，洪丹美姊妹安孝主怀，洪丹美姊妹伫8月29号下午伫厝内安孝主怀，女婿85年，愿上帝安慰遗族。个别礼拜是伫个到9月17号下晡1点伫咱大礼拜堂。教界消息甲即个近期的事工有告，请咱家己看。下面要请黄春生牧师来介绍新朋友。伫遮来绍介2位伫咱中间的朋友，第陈明珠甲陈淑华，请起立，互咱熟悉。陈明珠、陈淑华，欢迎，请坐。第2位来介绍是耀进的亲戚吼，伫美国联合教会吼，黄月娥，欢迎。我有看到黄岩兄吼，伊的太太陈美姐过身今仔日后4查某囝拢有来，咱嘛甲请因起立，互咱做阵来熟悉。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祝福伫咱中间。这是咱做伙来吟每遍诗，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大家起立来吟，吟诗煞，请詹宗成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岛闭会。若是有需要代祷的兄弟，来到礼拜前外口的雨伞卡，其他的兄弟欢迎来参加地饼会交期。